若是总统的部分，在副总统候选人嘛真拍拼咧走基层。国民党赵少康提出医护证件，病院添病床护理师，逐个月补助加一班，轮班的比例要立法。民众党吴欣盈去台南拜票，呼吁选民放弃压力，才会当保住台湾。若民进党萧美琴去桃园徛台造势，和支持者不安怎交陪。唱生日快乐歌，替党籍立委候选人黄世杰庆祝生日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到桃园杨梅造势，因为最近天气真冷，萧美琴阁特别炸特制脆餡发送给到店的支持者，爱大家注意穿好烧。这个礼物只有是萧美琴专属做给大家的，叫做选对的人走对的路的小口罩哈。那我们发给今天大家，那请大家注意保暖。萧美琴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，府选行程全满，继续到桃园其他选区替立委邮票、告票。另国民党赵少康是提出医护证件，病院的急性病床、特殊病床护理师每个月增加津贴1万，健保点单以1.1块做目标，而且研究3班护病比入法，加强住院整合照顾计划，扩大智慧护理，加强政府投资健康。其他地方工作的，比如诊所啦、护理师啊等等，我们也希望逐步能够让他们待遇能够提高，但是优先的这个最紧急的就是我们刚提的这11万8千人。沿路向民众致意，民众党吴欣盈到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车队邮票参拜公庙，也有支持者送预算啊。吴欣盈也热情甲支持者打手。民众党在这个状况下，请大家要出来投神圣的一票。我们不玩弃保的游戏，每个人的一票可以改变台湾未来的命运。我们要未来下一代，未来美好台湾，一定要弃蓝绿保台湾。那吴欣盈过来走台南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也伫初8甲初9连续2天要去台南车队邮票，也要伫南台湾继续抢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